请问渔夫的台语安怎讲？好，渔夫哦，哦，伊的台语安怎讲哦？来，咱请抢答。无遐困难，真正无遐困难，真正无遐困难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唔知了解你试看麦。拍鱼的人吧，拍鱼的人是确定。看嘛就有缺答案。好，来，老师，拍鱼的人对唔对？拍谁哦？哦，是来，足简单，足简单的。鱼仔人。鱼仔人，我咧想讲，哎，比我更较合。咱讲黑是者无？鱼仔人。什么啊？偷海的人，哦，讨海的人，确定。偷海，对，对对，偷海的人，好，来，老师，讨海的人对唔对？好你过。真正无遐困难呐。来，阮首先。恭喜得了1分哦。其实应该做有另外一种讲法啦，是啥嘛？应该拢有哦。好，来，咱听老师来解说。一般咱若讲是一个名称行业来讲，咱会甲迄下省略啦，吼。所以讲讨海人安尼就会使，吼。但是嘛有人讲掠鱼的，掠鱼的有是用拍的，是用掠的啦。